香港嘅朋友睇過嚟啦，今日帶大家睇一個港人至愛嘅屋苑佳景康城。今日睇樓王單位133平方嘅極致享受。呢度咧，從入戶面睇咧，呢個位置全部都係你自己單獨可以使用嘅，做到單梯獨戶，子母嘅10號門啦，都係贈送俾你嘅。交付標準咧，亦都係當個片區嘅天花板，可以講係坦洲版嘅紅樹灣啊！呢邊咧，我哋嘅樓王標配亦都係相當之高嘅。呢一個 Open Kitchen 咧係有改造㗎，咁我亦都相當之中意呢一種咁樣嘅設計咧。咁你嘅餐廚都可以做到一體，而且廳位咧有去到差唔多5米嘅闊度嘅。咁我哋可以睇睇第一個空間咧，係改造成由房改造成嘅一個超級大嘅一個鞋櫃，到呢一個洗衣房咧，亦都係相當之大嘅。咁我哋呢一個佳景康城嘅交付標準係歷來都高㗎啦。咁樓王單位譬如同4期有唔同嘅咧，呢一個做好埋啦。咁同埋咧會送你一 set 嘅2件洗空一體嘅西門子洗衣機，呢一個咧就以價值3萬蚊㗎啦，亦都係相當之靚仔嘅。再出嚟睇下我哋呢一個園林景觀啦，一個圍合式嘅園林，亦都係相當之靚仔嘅。日本 YKK 嘅一個鋁合金門窗咧，呢啲都係膠標嚟嘅。我哋睇一睇呢一個園林景觀，相當之舒服及大氣啊！咁我哋呢一個咧圍合式嘅一個設計咧，就成個園林嘅景貌咧係相當之茂盛嘅。咁我哋嘅細節到個位咧，就係呢一個窗簾咧，電動軌道同埋窗簾咧都係標配埋俾你噶啦。全屋風管空調，亦都係相當之舒服嘅。咁呢一度咧，作為一間你嘅公子房或者公主房都係相當之靚啦。咁呢一度咧可以做個書台啦，三邊嘅落床位非常之闊落，都係做好埋空調噶啦。一 set 過嘅呢一個衣櫃亦都係相當之舒服嚇。咁我哋咧交付標準亦都係相當之靚仔，入邊望到嘅所有嘅用料咧都係交付標準嚟嘅。咁呢一度咧作為一間套房去使用，呢度三邊嘅落床位就咗一個獨立嘅衣帽間啊，同埋呢一個獨立嘅洗手間，非常之舒服。呢邊做到兩邊，仲要係做到3段式分離嘅。然後咧呢一度係入嚟係一間兒童房啦。咁我哋兒童房嘅話，亦都其實可以做到三邊落床位嘅闊度嘅。呢一度已經做咗個衣櫃啦，同埋書台都係相當之到位嘅。如果對呢套房有興趣嘅情況下咧，可以下方評論區666同我攞多啲資料啦。